咱转来看国内，讲到即马已经11月啊，煞一直个风台。气象署指出，目前伫咧西北太平洋有银杏、结景、万宜3粒风台，搁有一粒低气压，可能会结做第4粒天兔，一届4粒风台做伙嚟加。目前的话，这3个台风的话，这个南海的话，在72小时之后就会变热带气旋下。那这个最东边的这个也是在72小时，大概走在海面上的话，也是会变性下。那稍微比较有影响就是这个目前在这个菲律宾东海面的桔梗，那在周2到周3清晨会有一些外围云气、水汽带上来，所以比较会有一个间接性的影响。那至于这个新形成的热带气旋下，就要观察期末它的这个动态这样子。气象署指出，这粒低气压上紧明仔就会结做风台天兔，这4粒风台照目前看来是拢未扫来台湾。不过风台会影响拜三进前东北部拢可能搁落大雨。